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复习类嘅节目。哇，今本日เรา大家咧小解一本杂志，两本杂志非常嘅不得了哦，係日本到台灣雙榜兩篇強下來製作嘅，講嘅是係星座，佢對星座嘅了解啊，可能超過你對星座嘅了解，所以咧就咧得到當到冇強容。嘅知識要當升級嘅提綱，大家咧小白你風妹溫從嘅創辦人陳添順 Ben。大家好，我係陳添順，我到新竹有一個品牌，我哋發展有書店、有咖啡店，也有離沙，歡迎大家來新竹了。真勁吼，你個 Ben 其實對新竹做了非常多嘅事情哦。聽你個繞場嘅，係你個專門嘅主編哦，林玉溫，歡迎。大家好，我是林玉溫，是這一本書的編輯。耶，歡迎，好可愛哦！先來講一下哈，講一下誒，就是這個1/4嘅客家人，從嘛啊，就係客家人啊，你的客家話係因為啲星座周西啊、周條路用糖，然後慢慢學的，從嘛？對。哦，所以你講你剛才的自我介紹，回流講到以後呢？好。他講好，然後變很加厲害，你去參加係。客家認證嘅考試，中高級嘅認證。真的，怎麼會想要去？有沒有想要去考試？差不多2-3年前，我到學委會有做一個浪漫台山縣嘅藝術策展，紅梅文創也係其中嘅策展單位。難怪。我是想講，我做了個客家議題，我是沒想過我一個語言，尤其係客委。我做練下速調100分，有冇？也就會一種學習嘅態度嘛。這個太感人了，鐵感同音咧吼。講到了咧，今日好好啦，大家小解釋係兩本書。這本書啊，兩本書剛剛翻了之後，真的停不下來，停不下來咧。你想緊看，我們是不是先簡單讓大家的小解簡單講一下？到底這是一本怎麼樣的書？到底嘅用應該一本書。我先講哈，兩本書是專門來描寫你新竹那邊如何料、如何吃、如何帶、如何買，以及專門來寫你新竹人、新竹市嘅日本嘅雜誌。而家要講到你客家文化那邊特別有影響，也係講同吸引人嘅味素。所以而家做啲講一本旅遊嘅指導專書。OK， 好，聽到你啊，大家是咪啲講？就係一本旅遊嘅書啊，對唔對講？係咪新豐廟嗰邊有當好是嘅米粉？係咪講到那邊有當好是嘅鴨肉麵？可其實不是。為什麼？要不要好好講一下它最特別的地方？佢最特別嘅地方係因為它是一個台日雙方台日雙方嘅合作，所以這本書跟一般剛才你嘅重版英講嘅其實的旅遊書是跟大家想象都冇相容。這本第一 Design Travel 它其實從2009年就創刊了。它創刊了這10幾年來呢，去了日本的很多的縣市。還沒有做完全日本有47個縣市，但是它在海外有一本濟州島，一本就是我們新竹。掌聲鼓勵。所以我們新竹出國了，新竹出國的，懂嗎？有點像在這個系列書裡面，我們參與了第36本。那它一直以來就是用 design， 就是設計的觀點來旅行。所以它是有一套設計師長岡賢明先生他的創辦人所擬定的規則，我們要去到哪個地方，然後我們要看什麼事情，我們可以找到什麼是 long life 的設計，怎麼樣的觀點容易改觀點，而且還要符合long life design 的精神，對不對？我覺得它是動詞啦，所以係一半改工具書，它真的不是。所以在這裡面，哪種嘛一開始會講，可能兩本書你走得得到，原來新竹有這個，原來新竹是這樣，有很多動細膩、動誰嘅題目，推白可能你切開冇發現。不過說到這個封面，我真的很愛。是誰允許你們用粉紅色？開玩笑。你看今天Ben也走的粉紅色、隨風色，要不要先講一下這個隨風色的建議？這個誰的建議，或是為什麼會這樣用？你還是聽到本主編的跟我們的故事。就是其實我們在路上會不斷的在搜尋什麼是新竹的意象、新竹的視覺。
新竹可以展现的。那这是其中一张图，然后因为我们从可能前期的时候就已经拜访了很多米粉的工厂。然后特别是那一天早上也去了东德城 ，OK， 感受到米粉是怎么做出来的啊？那天是梅雨季，可是大家很快的要晒干米粉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感受和感动很多的时候，总编就买了一大袋的米粉。那一整天下雨，日方吗？日方的总编，日方总编辑我们就叫他神藤先生。神藤先生买了一大袋的米粉。在这一天的行程里面，都提着那个米粉袋，对他来说，这个米粉就是他那一天最重要的伴手礼。等一下，很可爱，然后他把这个袋子，因为所有采买的伴手礼，我们都要运回去东京做很好的摄影棚拍。所以当这个封面最后要由他的总编辑现在是长冈贤明先生，他来选择的时候，他觉得这是最D Design Travel 的封面，因为他跟着我们旅行了很久的时间，然后他也可以代表新竹整个历史，还可以上面就如同他的文案一样，赠送亲友最佳礼品。我们希望这本书在100年老店的这样的传承之下，它也可以发展到日本的各个县市，然后还有台湾人也可以为新竹觉得，这就是米粉啊，这就是新竹的那一种意象，很直接。对，而且其实师兄有分讲如果公投两片，它其实也是呈现在地观点。对，就是为什么它跟设计融合在一起，因为两岸有一种改材体改观点嘛，对不对？我真的是很爱吃新竹米粉，因为我喜欢吃细的，我都好喜欢日味。被你听从的确米粉有粗跟细。你讲一定新竹改米粉，然后平阴改米粉，莫改强肉。没就有的，然后粗的过来就。你看我马上就被人家就其实你对新竹还不够了解。OK， 反正新竹改米粉，可惜它的袋子是粉红色，然后平阴一般莫强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水风色。不过 anyway， 总言之，总共来讲，其实是一张动物性做改特色。不过刚才你讲到日方，所以其实这是有一个日方的团队，团队。我们台方这边其实是一个最强力的后援部队，走这样讲嘛，所以毕竟是人家的那个整个 design 嘛，第一个设计，所以基都改灌点那款，可是我们是一个强力的后援部队，所以我们有个工作坊，什么？做点小改一下，都开始甲下甲日方，用文指導講新竹單位好了好些了，佢本身佢唔知，佢提擺了總編輯沈騰先生，為了了編輯了本書，佢喺提一擺來到台灣，提一擺來到新竹，所以對佢來講，佢新竹佢完全一片的空白。很用版的编輯本書。總編說來之前，他只認識2個關鍵字，就是或者。哎呦，米粉，哎呦，真的。所以佢來到新竹，佢也唔利用新竹那邊好了好是嘛？所以其實透過一場嘅工作坊，人家的工作坊其實邀請50個人。你可以這個工作坊講一下這內容。我可以明白，俺昨天明白。我先打斷一下，因為這種感覺比較像是 ，OK， 你是一群玫瑰，你來到兩片，你告訴我新竹有什麼好，我告訴你，俺讓你講，我總不能 Google 吧？說，我跟你講有米粉，有廟，這你知道這個我們太粗淺了，我要如何告訴你？容易讓你講，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精英部隊，對，然後這個精英部隊我們很容易來去蕪存菁，所以這就是工作坊，走這樣講嘛，怎麼？就是工作坊其實是每一本第一Design Travel 進入每個縣市的時候都會舉辦的然後所以在新竹也依照這個模式，我們邀請了50個。我們覺得可能會稍微知道新竹怎麼推薦然後他也稍微認識 D Design Travel 書的人來，所以我們是根據收集了大家每一個人認真用一張 A4 的紙寫下了我們其中的6個分類。每一個分類呢，你提出，比如說你想要推薦某一間咖啡店，你要告訴我3個理由，就如同書裡面定 mark 每一個地方都有被選出來的3個理由。那你會發現我們參與的同學們都
不一定可以讲出3个理由，因为你很直觉想要推荐家乡给很多陌生人或者是观光客的时候，你可能只说得出1个或2个，第3个理由其实是非常难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很难。但是大家都填完那张表，有些人当然是空白的。我是中文主编，所以我就要负责收集大家的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筛选之后排出一个顺序。对，这就是前期我的工作。其实的工作坊，我感觉是董显期哈，其实会透过6个面向，这也是日本方我觉得邀请他们最好的一个，他们把一个方法论工作方法。对，带落来一种 site， 就是一个观光景点、咖啡店、小吃店restaurant， 还有 hotel、里莎，那边有带 shop， 伴手礼店，还有 people， 关键人物，他用6个面向来描述一个地方，这些地方有哪些特色，他的方法论带落来，你是用他的方法论，来描述那个地方，其中的方法论下过日本34都道府县的，有下过韩国的济州岛，第36其实下安尼行走。糖都是冻叫我吼，我用糖都大家是地讲，其实按用改过节下周去做的后续改多改东西非常改多，还有没改精彩改内容那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来讲。东方鱼咧，今日做咧咯，你所有家乡亲朋友咧，小介了一本非常特别嘅书，而且有非常嘅珍贵哦，大家有啲哦。有一本写係濟州島，另外一本是寫信州，應該日本風嘅主創團隊嚟到了解，佢對台灣完全冇了解，佢可能是第米粉，或是第或者對不過了下佢可能對新竹非常了解，公過來世界打嘴鼓，我有種感覺，有一種感覺，我覺得你兩三你們兩個。应该以后就是变成新竹最佳代言人，新竹最佳代言人。为什么？从工作方来说，你应该收获很多吧？什么？譬如讲，可能有300个不同的这个点，大家推荐的推荐，然后如何去无存精，然后夯斗两篇可以放在这个书里面，对。佢都了为条310个人推荐的位数，佢了条主编，佢爱特去。識過看過，叫佢了總編輯帶到安尼新竹帶2個月咧，佢唔係樣來了為1禮拜做一下。開飛唔係按樣嘢，從佢係真係一天嘅監書。帶到新竹2個月，當然是都早前都安布條，80位數是去過1拜，很上次收入都特別多嘅，佢還可以聽1拜、聽3拜。讓有來給寫到了本書裡邊度，呀，安尼主編給貼配有感覺，什麼？就是篩選的過程，當然會希望以順暢的路線為主，然後每天早上可能8點就出門，然後晚上，好像有一個下班時間，會晚上就是小酌的時候就是下班時間，可是我們每一天晚上在討論的都是題目。因為你就是活在這個城市裡面，對，我可以明白。而且是不是，係咩也做得教書，用佢哋嘅眼光，佢哋嘅觀點來看星座，是我們想都沒想過的。對，像講到星座老實講，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有玻璃啊，對不對？但他們就會一直去問說，這是不是新竹獨有？這是不是拿起來看哦，拿起來看，對不對？因為佢哋會講誒，因為佢哋想青島改就是它專屬於信州，而不是只是台灣，應該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對不對？有嗎？我先講好了哈，你普通人講，你食東西有酸甜苦辣西藏味覺，不過普通人他差不多有印象嘅酸、甜、辣幾啊有。不過沈騰總編還有佢，那我一個相馬先生，佢專門負責食物的部分，
有特别到安尼客家人特别会食腐。哦，普通人通常人谈到讲腐，你的味觉都安尼食物底部都会用蛮表现。不过像安尼咸臭底部没有腐的感觉，还有吉姜，吉姜有酸，有涩。有腐，有一些腐诶，真的。如果有那个，黑讲有个皮有嘛，其他种种腐，然后安尼客家饮食的特色哈，联想的都做穷下，还其特别到了这个吉姜，佢感觉吉姜当特别，佢唔是对其他味素。啊，佢中医嘛，他喜欢吗？当中医，佢还想讲了了吉姜哈，能带到日本去卖。哇！其实用日本人可能会懂好呀，种吉姜哦。啊，你普通客家人吉姜是温皮猪肉，还有鸡肉，鸡肉。不过我特别新书发表到日本的涩谷是不一样。在发布的时候，有一个饮食的这个介绍，用吉姜的温蔬菜、秋葵，然后橄榄菜，是特别的甜，特别好吃，特别好吃。虽然有一点的腐，不过佢腐，好不会带到感。我本来就细个下，我咪动磨一些吉姜，我咪磨全好是吉姜。不过说到第十，对啊，就是那次在涩谷跟大家一起吃到的时候，也有特别问日本的主厨，就是他发现，哎，这上市以来梅干扣肉啊，就是我们的用酸菜、咸菜腌的那个猪肉，特别的受到欢迎，因为他们晚上会变成居酒屋的形式，那个很下酒。然后我自己在吃的时候会发现，哎，我即酱蔬菜没有用完，可是我的梅干扣肉吃到最后有一点腻了，我可以沾即酱来补充那个腻的解腻的感觉。哦，我刚刚听Ben安讲，其实对我很大的收获，因为你可能走哈嘎走安东尼，我从来没有想到苦，服俩可以时间去诠释吉酒。我以前，但是你看他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好，其实还有了点腐哈，然后医学药补这个概念哈结合在一起。你他讲嘅食腐像食补一样，错啊，其他的然后腐然后补形体哈，两者感染有结合在一起，有感觉讲啊，你客家饮食文化要成这个又深度的内涵又更被解释出来。没错，我觉得这也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基本日本人都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再讲一次，再强调一遍。所以其实两片的交流是不是按用某种嘅好心？我相信我们在这边学习到很多。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苦来诠释来讲吉酒。你看，这就是学习，包括熟成节目Ben讲的方法论两件事情，我也觉得动长的。那你们有没有特别的推荐？比如你有没有去无存精之后有没有？你自己特别想要在节目里面让台高的分享的一个新主，你觉得别人不会发现，或是信中你没听从被地改东西呀提供，都走的，都走的。我们在那个弟弟在 travel 里面的景点，总共有4个嘛。第一讲到新竹会讲城隍庙，错，因为它是最高官位的城隍。错。然后第二，我们去了新竹市动物园，动物园它的山的整个公园很舒服之外，它还有玻璃工艺博美术馆，还有那个可以体验的春池的玻璃，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我们介绍的动物园。那这个动物园虽然在之前的设计节日里面已经大家很多就是说它重开放了，然后重新规划园区的，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设计很棒的地方。但我们要写的传达给大家的是。第3个理由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物园里面收养的已经不是新买来的动物了，他们是内心受创的动物。我哭了，我哭，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下大雨，雨非常非常大，但我们在里面逛了2个小时。就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总编辑，就是下大雨也要逛完动物园，所以我们听到了红毛猩猩的。他在忧伤的时候，他下雨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的叫声，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河马，因为下雨天它本来就在水里，
它就泡着水，然后你也看不到它，因为雨真的太大了。我说河马在哪里？然后我们第2次去，我们每一个景点不是只有筛选完排行程，我们会去2次以上。就是只要我们中间有时间，好像在附近，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再去1次吧。我们想要知道不同的时间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动物园我们在晴天的时候又去了1次。然后动物们好像还是很开心的，或是很忧伤的在那里。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借由这个动物重新设计的园区，和我们遇到的科技业的志工，他在那边为我们解释了这个动物园的意义。我们偶然的遇到了那个科技业的志工，这件事情他叫多多罗桑，我们非常感谢他，在一个下雨天里面，他来当志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平常是一个日本科技业的业务，但是他在当志工的时间，希望可以传达给更多人，用流畅的日语，告诉更多观光客说，这里的动物是怎么样子被对待的。好，唐主编讲史维蒂这本书承载的是什么？那这就是节目一开始到大家讲今天一本历史改共体书，那这就是大家花了这么多改性理到西点去投入到，我觉得是非常有深度跟非常有厚度改一本改书，在公国世界被美术讲去两本书，去到发了动动眼改西点长班心哈，还有嘛改精彩改内容聊下，你等下怎么来讲？刚才谈到你讲用文哦，分享到同步人的故事，真的是太感人了。不过也再一次的表示，两本书是你个从白银发了动动年改世界，从见面联系彼此的信任，好信任，然后来到两篇看他来走谁，然后最尾产出了一本几页的这个文字，可是却是一群人动动眼改信贴。我觉得不是只是心血而已，我觉得重点是从两黑你的心意。我觉得这个心意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刚逛动物园那也是一个心意，对不对？我们讲红毛猩猩改故事也是一个心意。我觉得最大的心意是你的心意是你想要奔台盖的地，你认识的新竹，不是你的熊改新竹，错吗？我是新竹的字体啊，新竹是我的故乡。不过普通人对新竹的印象是讲其是科技城，台湾的矽谷，还有科学园区。你讲的有料就 pass 就好。动5几年来台湾，佢對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雙就跳過新竹。不過新竹其實係一個文化豐富、物產富饒的地方。我創辦發展或者呢個品牌，其實有一個願景，所以本安尼採聽人驕傲，旅行者如果上網上嗰度了不了，了係每人係一個心意，對我家鄉一個心意，所以我哋就為到呢本書，也從公司還有到日本入邊合作，目的是本用外國人嘅眼光來看呢新竹，佢唔單止係有科技，佢還有當多嘅歷史文化建築物產。當到好了合適的位所，所以我希望講大家看到呢本書，肯白來新竹，對入去做啲帶入啲安保，要做啲去當到位所好了，唔係講養單單去考好人氣點點。希望就會去城隍廟攝影導時聽聽，唔係按容易，其實。我完全做對了解變解講嘅意思，所以希望講慢慢啊，大家是會看到有人，你係跳過信州，係咪去到當那度兩本書係信州的優料，應該已經開始有了吧？有日本人聽說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應該都信州走世界年紀下而轉移日本的，所以佢對兩本書對你講，是像係他的畢業紀念冊，係嗎？對啊，就是我其實，在採訪之後，還是會花時間停留在新竹市，然後我們有很常去採訪的路上，會常去城隍旁邊，晚上會有一個霸波比，
OK 就是酒吧。然后星期五晚上那边很多日本人会去哦，虽然它就有4个位置。我突然发现你生活很多彩多姿因为刚刚，然后呢，然后我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就送了爸波比这个书之外，他们就跟那个日本的朋友介绍，这个就是我们的编辑哦。然后他很认真看完，他告诉我说，我下个月就要回日本大阪了。我住在新竹已经16年了，我外派在这里。他用日文跟我讲，和夹杂中文。他说，我觉得你这本书很像我的毕业纪念册。除了里面有介绍爸波比的美食之外，还有很多我曾经去过、我很想要去的地方。所以他希望我可以马上卖给他一本，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别的书店支持我们这一本书。那你有卖给他一本吗？有啊，我就马上，所以你就马上拿出来一本。对，没有，好可日本没有当到日本人，佢都东京。买了2本书，去买日文版的，拿了2本书，第2次开始都新主老了，按图索骥，以及为手艺了。虽然说根本应该打嘴鼓吼，这个从动父母都实行走在讲啊，比如给他走在来信，你们有推出定时嘛，大家有讲到嘛，我们现在简单的讲一下，有没有一个什么未来的规划？为了改规划，因为挨求一本书停太可惜了吧？你也唔但将迄个出版日本书，你也有一隻展覽，介紹日本新作，23集為數有不給你隻 D Mark， 你隻頒這個獎，你23集D Mark， 佢也都你新作嘅或者新作物有一隻展覽，一隻展覽到10月會結束，差唔多10年嘅，將來我們有請有日本人有一個旅遊的行程，用版都得做1日也2日的旅遊的行程。小旅行，小旅行所以這是為了有可能會做的小旅行，對不對？將來我們就咩還會將老嘅 D and Department，將來有一個合作，因為佢日本老我哋就要當多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要當多嘅交流。將來想講有很多嘅計劃或者做進行。哇，運動很令人期待，非常令人期待。不過剛才從朋友講到小旅行，所以本來這裡面也會有這種景點，其實有時候是可以串成1天，串成1日2日。因為到兩本書地圖的90頁，我特別的範扣來講一下，因為這兩邊還有特別有一個篇幅係小改淺顯易懂的客家，因為大家有啲對日本人來講，佢哋會單一個民族，所以你落去講你係推翻個客家，你係推翻個河洛，你係推翻個佢食，佢說嚇。對，當復查嚇，你都還有冇強眼語嘅？你懂日本一般來講，其實是講日文，嚇你都還有客家話，所以其實這邊有好好的小嘅客家對都有意思哈。所以也是有那種好像有那種茶旅行，所以一次可以喝到3種茶，捧鳳茶、順港茶，係麼？對，就是仙草茶、獻稠茶，對，就是一個都信中有得提供只有3種茶，對佢哋講每棟好嘅一種嘅經驗吧，做兩講麼經驗。就在茶的旅行上面，我們可能從關西一進來，外國人來關西就是看紅茶，知道台灣出產紅茶的歷史，紅茶公司，對，然後這是必要的路線，但是到了再往裡面一點就是酸甘茶杯譜啦，然後再往更裡面就是峨眉我們東方美人茶出現啦，所以最後再繞回關西要離開之前又喝到了仙草茶，我們的那個路線就是很渾然天成，這樣，所以對佢哋來講，咪係當好嘅一種嘅，我覺得內容啦，對，因為大家就覺得不是這麼表淺的吃吃喝喝哈，你按表面嘅，你就得好多東西。最後對新竹老了冇，英語是轉去。都新竹都待去安埔，台山縣有一條或者山裡建築師黑老江阿新洋樓是同一個建築師，相隔40年之後，佢都穿越時空，北部了就為數有去隻
日式的洋房，哦，或者咱就用6年的时间改造，变做一只60房间的丽莎，所以来新竹老了，最后在新竹待一安步，感受到安尼客家的文化、客家种点亲、东有人情的一个气息。你两三几岁也走在走团烟音哎，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哎。你有什么要特别讲的吗？你说在北埔出去玩吗？你会一直听到那个阿啾架的声音啊！哎，真的，你真的是客家代言人阿啾姐，对，阿啾姐的声音很大声，很大声。哦，我觉得今天冯母龙改你爱的港属非常爱摸 Q 容，因为一般你讲到信州改世界，我们不会用调情，你不会讲。港书，你唔会讲风景，我们来吸引人。我们都是从某种嘅面向来讲，最多讲到记得有为失传的工艺暴力，哈，最多采用伊。不过今日特别老大家来讲，其实信中哈，你很印象也是凤动台婷婷，哈，你也是柿饼该柿饼婷婷哈。其实咧，做在做改变第一案，你做在港书度改变该天，改变该风，改变该。亮情，还有刚才你主编讲的阿啾尖改上映哈，所以今非常感谢两感应来到两篇，好咧小改，希望看到佢后续动作嘅某种嘅延伸、到发展、到展览，好，所以感谢。好，希望希望你所有嘅乡亲朋友係講有時間大家攞去信做行一定咯，聽年下來咧繞牆大家叫下咧做人堂咧。繞牆大家來到不起來呢個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